要这麼說，冬梅你確實有點太不靠譜了。我說你這個被傳染了大不列顛冷漠風情的人，怎麼可能幫你？你們今天這是怎麼了？一唱一和的，我是真心要幫忙的。人家戚明峰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天使投資人，寵物學校也是他其中的一個產業之一。可風 baby， 像他這一種新興服務行業，那還是非常有發展前景的。你看他那兒缺人，你要缺工作，多合適的事兒啊！哎呀，以前吧伺候楊大偉，現在改伺候狗了。閉嘴！老公，你要幾點回來啊？陪領導，陪領導，就這樣陪領導。加微信。想变回25歲以下，找個工作容易嗎？可風，現在這工作多難找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你一定要抓住這次機會。怎么样，好找吗？挺好找的，